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福气来来嘅节目。今日非常嘅福气，因为咧，你有咧绕墙，大家都动手咯。唔过已经当球冇看到佢嘅创作歌手寄出新专辑咧，其实你嘅 Misa 欢迎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isa， 当欢喜今日来到福气台咧。耶，真嘅铁球的啦！商业，商业，先恭喜一下，我们出新专辑了！耶，新专辑，而且我还记不记拿到诶，就是真的是热腾腾的实体专辑，就是实体，就是真的拿在手中的。张作后哦，哇，难怪那么烫啊，好烫哦！不行哦。对，而且。很用心的专辑，我必须要讲，就是说，恭喜才会听人西推改改变，就是你知道实推嘅改变，呀，他真给嘛该事情都没有如发，好，你就以前爱跟演技嘅时间还要买那个实体的 CD， 黑某还买卡带，哎呀，这样在家里这样按来听，可是所以就现在能够再拿到实体的时候，那个我要很珍惜，对，所以这是实体，而且我拿起来的时候，我的感觉是。你这是下重本吧，对不对？这很厚，然后很有质感，而且先讲一下，要这种转型的名称是野楼，野楼，对，哇，这真的很 Misa， 你连名字都非常的特别，我们太多故事可以讲。瓜牛，对，来，你好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张专辑，不管是从封面也好，这个专辑概念也好。这种专辑的设计师是我的。多年的好朋友，他在台南开一间书店，开一间古书店，然后很有个性的一个设计师。是，不说亚个作品啊，就清幽，非常有他的一种很特别的一种，我觉得有时间在上面的一种质感。呀，大半安尼做专辑的时间啦，还亲阳同佢穷下去跟印刷厂选纸。有人讲。因为他每次选到的纸，你选的字都懂贵，所以我刚刚说重本没有错吧，对不对？错啊，但是我们就想讲，爱留个质感做出来，做好来。就说因为你看了哈，大家谈专辑、谈音乐，太体都啲名路红，冇错。当时拿到还有实体给专辑，对，热腾腾的专辑，然后我们会希望拿到专辑的人会感觉到那种专辑。贴片有安尼好嘅一种质感，对，比如说纸嘅选择、纸的挑选，然后到它的排版、它的印刷的方式，像这次的封面我们都是用烫的，烫黑、烫银。对，太卡按有看控的唔敌麦意思哦。其实我去摸它，黑棉给时间它是立体的，超毛几个丝是。就是它是压进去的，对，我就觉得来完全做得了给Misa的意思哈，因为公司采访你拿到压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又很精致，所以你就会觉得，你说时间对不对？对我来讲啊，就知道这是一个可以珍藏的，对你就会觉得好像是可以收藏用给东西，那就躺在不是只是树底拿去躺狗听听，所以我觉得好棒哦，我们go。这个好好来讲一下这个专辑名称《野楼》，黑吗？你知道野楼就会挨一切 CC 个世界、偷鼠个世界，在地上会看到个黑黑的，你知道很大的那种，像大概落水过后，摸不出来的，对，没有壳的哦，对，然后就是一条，然后我想说。那时候在路上会看到很多，所以这张专辑就会野楼。模糊的应该是阔鱼。阔鱼啊，这个是有壳的，有壳的叫野楼。为什么？哎，这好特别。这张专辑之所以叫野楼，其实迄了专辑做好嘅时间啦，我希望接听我喊佢乜嘅名。哦，故说就想讲，那种专辑嘅概念，太体都会讲时间、讲人嘅命运。故说又有带一点轮回的味道。是，故说就到野楼拿出来用，因为野楼嘅野楼嘅号就会螺旋状嘛，那螺旋状它就有一个。好像所有的事情周而复始，时间转了一圈回到原点啊，发生过的事情又发生一遍，就像按那个感觉。大概有发现吗？很喜欢听 Misa 讲故事，有没有？就听起来很舒服，而且你刚刚听着，因为我刚开始很嗨嘛，觉得哇出专辑很开心。不过唐以公的时间就觉得哇，又慢慢又有沉淀的那种感觉。对，所以其实就是时间，你看他一直绕，还是回到他
可能原本应该有的位置。可是我的感觉是这样哦，你即便到了原本的位置，可是很多事情还是不一样。对，我嘅感覺係按嘅。嗰時候一開始喺錄音嘅時間，就問佢，我要乜按鍵咯，商業，其實講亞種轉型做商業，唔夠真辛苦。係啊，亞種轉型我是難產嘅。我就同佢講唔可以啦，你做轉型就係 piece of cake，佢就應該講唔係 piece of big cake，piece of big cake， 所以要生特別久。對，為什麼會這麼難？是不是因為突破啦，還是怎麼樣？覺得創作者總是要面對突破。你也要幾啊隻層面做得講，幾個層面不一樣的原因哦。主要係我出到做轉型一來就像那個自動影，就讓我講，我就跟他抱怨說這張好難做，然後他就說你放心，以後只會越來越難。我就想講做嘛會越來越困難咯。佢就講因為唔會想愛做同樣嘅東西，你總是會希望做推陳出新。不是說你想要做不一樣的東西，就會發現自己手背範圍內可以用的東西可能被你用完了。然後如果你沒有再去新增一些，再去多學習一些東西的話，那又不想重複自己，那就真的沒有東西可以用。也係一張演員，還有就係講兩種轉型嘅主題啊，我知道。從頭擺到兩行，要總係愛聽5種轉型，聽一種轉型，聽一種轉型，做比較民謠的曲風，做比較貼近怎麼講？貼近生活，貼近自然，然後貼近可能老公客嘅頭擺嘅生活有關係嘅東西。這種畫面就很容易想象，也蠻容易描寫的。但係到兩種轉型，近幾年的這2、3張。我寫嘅東西越來越抽象，就跟想要講嘅東西，可能時間啊，一些哲學性的探討啊，也是試着去嘗試用漢語兩種語言去把它拓寬它的疆界。我剛做的用漢語來探討哲學的概念。不是說我覺得這樣子的嘗試有它好高的素材，但是也有幾挺困難的地方。哎，真的好喜歡聽 Misa 講話哦，我覺得是一個學習，而且我覺得好像會被 refresh， 會被充滿的感覺。因為你講愛做啲了解你的意思，一開始做嘅專輯公司採訪，我們講童年，講阿婆，講故鄉，對不對？哦，講故鄉的樹、故鄉的河，從我們都最後你要怎麼樣突破？其實你講的故事不會冇窮哦，雖然一樣用客語這個語言去講，韓剛冇窮嘅事情，大概有談到我們講知仲尼嘛，知仲尼就是我們的早川徹大師，對不對？哦，這個我看到他，我也是要很尊敬，我是會親近中同你共班，我很緊張，安永真是了，對，我會，所以整個我覺得在曲風上面也做了很多的改變。我覺得你們一直在調整，連樂器上面也不斷的推陳出新，是要嚇死誰，對不對？可是因為早川徹老師也是，哇，就是他在我心目中也是另外一個很高級的一個形象，你知道嗎？對，然後我就覺得我可以理解你說那個製作人跟你說，以後只會更難。對，只會越來越難。對，不過更多其實很特別的地方，我剛剛說什麼曲風啊，然後樂器也改變也好，其實你們這是連 demo 的歌曲，用鋼琴，對，兩種轉型的歌曲彈出來，為老頭擺的轉型，輕無共用，主要係因為雖然沒有說大家可能不會曉得這件事，但是以前我作曲。台灣嘅下曲嘅時間，台體都會用吉他，台體都會彈定吉他，彈什麼和弦，然後就唱，把它唱進去這樣子。然後旋律大致上是跟着吉他的和弦走，但係你要擺愛用輕度，差不多可能80-90%，就是這張專輯裡的歌，可能有至少8-9首吧，都是我在鋼琴上面寫的。嗰時候開始寫嘅時間。彈嘅時間，錄 demo 嘅時間，我都會用鋼琴，好難哦。對呀，所以你連這也算是自我挑戰。但係你要懂好教嘅一隻地方就係對我來講，因為細時間學過鋼琴。後來呢，雖然講一直都係做音樂，像是義工堂道上，有時候耳朵聽到音樂，我們就像是在工作，就像拍電影的人看電影都會開始分析鏡頭。對，我們說你可以當一般觀眾就好嘛，可以不要當職業觀眾，很難。但是對我來說，有一段時間就是練習古典鋼琴，對我來講很像是一種休息。不過這次把主要使用的樂器轉換成鋼琴上面。
对我来说，一方面是新的尝试，然后一方面来讲，他好像换了另外一种思考音乐的逻辑。哎，这个有趣。有哦有，因为真年轻神奇，就是我糖豆呀哈，妹妹吃豆糕，就是你 demo 嘅时间，又在创作嘅时间用钢琴、共琴呀件事情，其实就像 Misa 讲，也是另外一个新的突破，所以你会得到不一样的成果。所以大家对这张专辑其实非常嘅期待，还有冇个故事，大家聊下，你等下早上再讲。因为到翻译走的绕墙头，你应该从头过去 Misa 好啊，给出新专辑嘞。然后大家来讲一下这张专辑，其实4月20开始预购，今播出嘅时间是5月15错冇，不过咧5月19开始是正式发行，5月19正式发行。啊，讲起来自己都有兴奋感呢，就觉得正式发行，你知道那种感觉？正式发行，对。所以今天我算是就是你知道，先拿到这个热腾腾的，对，还很。太感很暖，对，很清秀暖的，而且烫金的有没有？纸很贵的有没有？台南的朋友选的，哇，觉得很棒。我觉得每次拿到我们是给大家一个收藏的理由。真的真的，哎，爱吃豆真的不爱咬你。我们讲真心的，除了你喜欢要在狗数，然后你中意给狗哎，黑公你拿到安永给转些，哎，你不敢乱放哎。我讲真的，比较手才好好把它供起来。对，就是我是讲我真心的心情。如果是那种以前那种。到塑胶壳的那一种有没有？对不起，然后排泄感没意思啊，就是说拿出来以后，哪天有一种字在那边放进去呢，那你就会觉得可以，好像就找个地方摆就可以了。但是这个就会觉得好像要找一个漂亮的地方把它珍藏起来。塑胶壳我们就全部都把它整齐的排在那个收纳柜。对，塞不进去的我们就找一个地方把它放。对，真年轻排泄。你不太敢有发现冇？亚团节目轻贴片哈，太敢还跟我有注意看，你给节目发现，他姿势改变。因为公公给时间 ，Misa 偷偷去帮他换姿势。那刚刚兄公。会不会有观众发现自己发现有吗？就是这只鹅，就是每一段都在改那个换动作。对，这个是你很像很重要的朋友，错吗？错。真嘅，你们同期共发。就聽到啊，你們同期共發。鵝玉元太郎，我是好朋友。好，我們跟 Misa 講，哎，你吃到幾很用，結果哦幾。不是很好相處，這樣子。個性很機車。我跟你講，你看從一些細細嘅地方，你就做得看到 Misa 很用誒，一隻細模嘅，然後你看到佢嘅個性也好，佢嘅體質也好，還一個創作才女哈，你看，你叫他到處走都帶着他，也包背包裡黑毛，你就幫他卡棒底度啊，容易。係啊，就把那個啊。哦，你真的是黑公丑俏，應該時間太趕冇空，沒有不小心看到幾個頭拿這樣伸出來。這樣大家無聊的生活當中，可能會覺得有點可愛，有點開心。對，會，黑公矮沒會偷偷拍照這樣。不過上一段節目矮都有講到，其實你用 demo 嘅時間用鋼琴，有冇？黑某就會你在樂器的這次在呈現上面選擇上也非常的豐富。亞拜矮有糖豆藝術歌曲、古語，你的第一度有用一個樂器。用 TP 嘞，爱 T 拜糖豆啊，我也很勇敢啊，我也不好意思讲说爱糖豆啊，给艾斯拉吉琴，S 拉吉，印度的乐器，对，感觉同 Misa 讲，然后印度的乐器，只有听过西塔琴，不过亚黑印度的乐器，对不对？你特别选用这个乐器，而且我为了要听这个乐器有多特别，真给一堂太敢听哦。它前奏1分多钟，而且这前奏我们有卡过。你要说狗有个前奏1分多钟，那就躺说因为海旁冲狗可是好听，可是你当演奏曲来听。可是你真的好大胆，就是你不是走那种泰嘎认为轻规矩给讽刺，很规矩的去切割它，真的要不要好不好分享一下这个乐器跟这首歌这样？我之前也冇弹过了张乐器，就会有一摆因为有一张也是中音乐好朋友大主演 Ken 桑，我的吉他手。那因为他跟这位瓦卡桑洛池敏宏这位老师，他常年住在台湾跟印度，但也很日本人。然后他学习那个印度的乐器，就是塔布拉鼓跟那个 S 拉吉这个琴。然后这个琴呢，他跟那个伊里知道的那个西塔琴，嗓都懂腔，但是他是用弓来拉奏，好特别。然后我第一摆躺都给他嗓的时间，我整个人就觉得哇，
原来这就是月光的声音哦。原来呀，就会也讲给上。假如我们学习或我们习惯的乐器，西洋的乐器，大部分弹起来就像日头，就像太阳的声音。那这个艾斯拉吉琴，它的声音听起来，我觉得如果月亮有声音的话，月光有声音的话，它就是艾斯拉吉琴的这个感觉。然后我那个时候心里就想讲，我听出有音乐，我会下一条歌，我会请瓦卡桑来合作。还有就讲就是博玉的管子，对，黄博玉说他熟，但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乐器管子，我就想说，一定有一天也是希望可以跟他合作，所以就抓了这2个特别的乐器，放在国艺两条国底度。嘿，乡亲朋友一定会卖钻石好好来弹，因为它前奏是1分lang、1分钟、1分lang。其实现在我们现场也可以播一下，让这个宽天师给乡亲朋友告诉他们该嘿，这个是月亮的，就是现在这个听到的这个乐器是管子，对。这个应该是在，所以这是博玉老师的，所以现在这个听到是博玉老师。我也好崇拜博玉老师。是啊，对，然后接着我们会听到你刚刚说的那个艾斯拉吉，对，有在他们2个在穿插，就是比较高的那个声线，比较明显的那个声线是管子，然后艾斯拉吉琴是比较背景的，有，对，不过跟大家。对，哎，不过要跟大家分享，因为刚刚米莎安有 sell 给一嗨时间，我觉得我这次再回去再听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要特别去抓那个感觉。我一开始听的时候，我就是想说我来听听看这首歌，我就觉得哇，很好听，那怎么前奏那么长，中间间奏也那么长，这样的，就觉得现在在听过米莎的这种我们说解析有没有？钢构这完全又不一样，你投入的感情会改变呢。对，哇，亚两种乐器伫底亚条歌底度呢，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角色。因为国语列书歌曲可以下讲，谷雨是一个节气嘛，那就是其实前阵子刚过，新年4月的下旬的时候，那这个节气就是在讲说下了大雨，然后所有的谷物、所有的作物都吸了饱足的雨水，然后它们苏醒。就是它是在惊蛰之后，然后那个博玉的管子，我就跟他说：“你现在就是虫，你现在就是从土里面醒过来的虫。”然后瓦卡桑我就跟他说：“你现在就是那个大雨，滂沱大雨。”是，哇，我觉得这跟演戏一样，是投入情感、投入画面、投入你对这件事情的想象跟感觉。他们有自己的角色，哇，好棒哦！哎。不是只有这首歌这样，里面好多。我觉得每一首歌如果可以好好聊，每一首歌我们都应该要来聆听，应该要来介绍。你知道，就像我们有时候去听那个唐给燕冲飞，我说不是那种很热闹演唱会，我讲是音乐会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导读跟那个解析，感觉很不一样。有一首歌会特别讲一下空引擎哦，对，懂闹念，而且李杜用都下面。下面嘛给萨克斯风啊有个东西，就哪意思就会讲你每一首歌曲为什么你觉得很难？因为你就很挑战每一个不同的东西。我们也在挑战乐手啊，每一个乐手听到这首歌的 demo 都说要这么快吗？哎，我觉得这很有趣，很像一个工作坊，有没有？我们就是一群人共同成就，对不对？你看他们挑战制作人，然后挑战歌手，挑战，对，就这个，对，哈糖都会哈哈，对，所以你被挑战，但你也挑战他们。每次都了就会第疫情的时间啦，回到台湾，我们就是后期啦，比较前期我们大家都守得很好，其实生活没受什么影响，但是 healthy 的时间就。我会感觉到，就是集体意识里面也有一种闷的感觉。但是呢，今年的录音室200个歌曲的时间啊，我会感觉到，就是乐手大家就是好像努力的在绽放，你知道吗？那种感觉就是哇，身为作者，我自己会好感动。我好像被闷太久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然后我们就很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歌曲，然后把那种对生命的那个热情的那个感觉都在出来门台港。哎，你讲我很俗气耶！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俺没安永雄，我心想说，这客语是有多好，可以唱这么快。真的，我很俗气。我在听的时候，人家说，
我说 Misa 跟哈嘎巴还有记号啊，都在冲按键，就是很快，你知道，每个很快。我想说，哇，这个课语是很好，才有办法唱这么快。我的这意思就是真的节奏很明快，然后很快速，然后让人家听起来哇，就是你刚刚讲有那种弹跳被杠的高。你知道透露嗓就是我的保险，然后他在这首歌我们要排练，然后要录之前，他也问我说：“你确定要这么快吗？你确定不要慢一点吗？”真的哦，透露嗓会这样，好可爱哦。你要慢一点，会不会觉得唱的比较舒服呢？结果你跟他说 no， 是不是？他说我就是要冲。对，有亚洲的亚术狗 K， 我们看黑妹曲歌，因为我完全没讲不讲，太多歌曲要介绍。我还听了一首歌，我觉得非常的贴片，白马胖马。对我那时候心想说。就是因为 Misa 其实讲 Misa 嘅嗓音清后堂，啊 Misa 嘅客家话要清后，啊 Misa 讲客家话有几个咪西，所以我觉得我在《白马》这首歌感觉到你好像在说故事。对，第二条歌票係因為歌詞下都太長咧，嗰種感覺就我就用壓沒有嘞。這是真的原因嗎？安改老透露上有安那個，我們有這樣子的默契，就是我可能專輯裡面會放一首，我就是很像在說書，啊，也就隨着那個情節，它就編音樂出來，這樣子，就有點像是詩跟音樂的對話，這樣子。嗰首第二條歌叫《敵度》，這首歌我從那個聖經裡面借了末日四騎士的那個預言出來，然後我就跟他講說啊，這一段我是在講戰爭，啊，這一段是講旱災，啊，這一段是講死亡，然後他就是這樣子去。就是透過他的想象，他就用那個合成器，就是去做音樂出來，然後我們就直接就這樣子錄了。所以鄉親朋友，你看廣東話都講做啲唔同嘅小傳說，啊，因為個故事你聊下，等下就再講。大家都歡迎 Misa 出嘅新嘅專輯，喺我從來嘅時間係4月20日，是做啲預告哈，預先購買，5月19正式發行。最重要的事情，最重要嘅事情係，如果預購有親筆簽名誒。有，聽錯哎呦，不然叫大家幹嘛去買？好棒哦！唔過哦，這個單元哦，我們要進行一個就是有話快說這樣。這個是對，要增添黑愛情中一個單元，因為哦，這真的有時候會知道這個，不管是歌手呀，還有我們的來賓，對，會講出一些我們哦，原來也暗有凶事情嘅，所以不用想太久。好，來哦 ，Kiki。請用一個形容詞去形容東京中央線的3位樂手老師。一個詞講3個人哦，或者是每人一個詞都可以。好，我們先講透露嗓好了。那個早川徹老師形容形容詞，但不一定要是形容詞，可以是名詞。可以。透露嗓哦，貓感，貓，喵那個，跟它外形完全不一樣。猫no point， 貓感。好，我下次遇到透露嗓跟他講一下。那像是 Ken 嗓，神秘啊，很神秘，真的很神秘。OK， 還有我們的是那個鼓手，對不對？那個另外一個鼓手 Nori 嗓，Nori 嗓。哇 ，Nori 嗓我有2個詞好難割捨哦，我可以都講嗎？可以啊。好，第一個詞是狗狗。你看他打鼓的時候總是很開心的樣子，我覺得那個樣子就是很像狗狗在玩耍的那個樣子。然後另外一個詞就是天然。哦，真的哦。天然。哇哦，那像我對他多一點認識。不過今天比較訝異的事情是我們的早川徹老師貓感太可愛了。好，再來哦。真的，我覺得這個我們的企劃真的很輕微出題目，因為第一哈 Misa 就會一個有時候很哲學給你，好，佢講超能力2選1，黑講你有超能力，你會選哪一隻？一，都得操控時間的流速；壓黑，都得穿越任意時空。好，我要穿越時空。哦，其實如果是我也會想要穿越時空啊，對呀。那你想要穿越到什麼時候嗎？如果能夠選擇，第一個會想要先穿越到什麼時候？我想要先穿越到有恐龍的時候，就是以前
恐龙哦，恐龙那个他的祖先，对，以前嘛，对不对？我也会耶，我大概看天样的时间，我真的很难想象那个时代。对啊，侏罗纪公园，然后你一穿越，然后就被恐龙一脚踩死。对，这个侏罗纪公园的时代，然后会想要看未来的时代，不晓得长什么样子，是很久的未来的时代。例如说，可能不一定是300年后啊，500年后啊之类的。哇，有趣，很想看。还有那个。如果说你先冲的这个俄玉元太郎啊，就会给黑公给会讲吧。如果他真的会讲话，你吃豆给会同你公吗？该发？你觉得他会跟你说的事情是？其实他每天都在跟我讲话，是不是？就跟你们说，但是他都跟我讲什么？他都跟我讲一堆垃圾话啊！真的，你以为我呀？你愿意分享一个垃圾话吗？哦，例如说晚上可能。哦，好，我讲一个它非常具有功能性的，就是可能晚上10点半，因为应该带总哈嘛，可能晚上到10点半的时候，它就会咕咕咕咕，米莎的睡觉时间到了。哦，所以其实还不会吃到给黑另外一个你，对，他就是很机车的那个我。这个只有米莎可以说，因为我们会有那个包袱嘛，所以我们那个机车的一面不能展现出来，那就是透过了解。比如说，真给你每天都同体堆发，从某系啊，同体堆发，其实要同自己共发。好，还有黑讲有平行时空，你知道平行时空嘅哪位一个米莎不很用来给你？哪位一个？我想想看哦，那这都很有平行时空的发呢。难怪一张爱听说会现在老爹还爱我朋友，搞不好他就去实现我其他的梦想。那你有什么梦想？我小时候想当法医呢。其实我爱读3类的呢，我是3类组。可是梦想太高会讲医生、刑商，可是你是法医耶。法医对，就是看大体。对。哦。对，我小时候的偶像是杨日松。哈哈，我们这个非常有名的法医。对，台湾的第一把交椅。太真的青男熊，结果追梅跟米莎黑狗树，真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路。对，好特别。你看是不是要问这个问题？以后要准备10个。好，再来创作的时候，一天之中，一年之中，马该时节黑最有灵感的灵感的时间。我就只有什么我就按补呀。听说不会下出来，所以动出的时间。OK， 所以就是早上或是晚上的时候，这个不难想象，好像一般会这样子。很有趣。OK， 好，也就是基本一个有话快说。好嘎，有没有觉得好玩，对不对？好，下次黑公你下次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出几题？因为我好喜欢问这个，因为这个就会是跟好像统一呀黑公我来宣传专辑就不一样的题目，会跳脱我的角色，对，会完全跳脱，然后就会知道一些秘密这样子。对，好，这个是这一次的哈。不过刚才我们收音团大追顾跟时间工作一般哦，在这张专辑里面，我们刚刚讲到白马、胖马嘛，也是有用数。狗 Q 胖马跟杜鹃，是跟制作人一起创作的，对不对？杜鹃那条狗 Q 呢，嘿，来下果实下后嘞，但那个 Q 哎，一次都吃到好卡，我想不出来。不上来就老透露上讲，就是我有一个词，这个词嘿讲给，就故事是从一张西莫的果树，那 Amy Winehouse，她是轻有才调，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女孩子，但是就是感情上比较遇人不淑，就下个有点像是一个警示的故事，有点像一个警示的寓言故事。然后老给透露上讲，有两道相反，然后他就弹了几个和弦，然后就讲我觉得这个是 Amy Winehouse 给我的感觉，然后我就试着把那个歌词唱进去，所以那首的曲可以说是透露桑跟我一起共同做出来的，对，然后也是一个我觉得蛮新鲜而且很棒的一次经验，很棒好，我觉得这再过100公也听100同透露桑有这么紧密的合作，来雄心。
韩一拜就再下一个专辑，应该会有更不一样的火花。对，因为我有听说，大家就会经历就会猫就会，Misa 对透露上嘅形容哈。不过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后续嘅宣传跟发通？后续今年呢，我们就差不多第7、8月的时间，我会开始就是自己带着键盘，然后去跑一些很亲民的场地，可以跟大家很靠近的场地，然后北中南东部预计都会有，这个还要请大家再留意我们粉丝页上面的宣传。还有就讲9月、10月的时间呢，可能会有3场嘅大的就是完整编制的演出，然后就等于是发片场。如果你想要听到更多的故事，然后更近距离接触，然后你不介意就是专辑丰富的编曲只剩下1台键盘的话，欢迎7、8月嘅时间就来谈来给就是一小空间的聊天，期待，然后更贴近原来创作时候的样子。然后9月、10月我们就是有发片演出，可以跟大家见面。哇，当期待吼，也相信你家乡亲朋友非常嘅期待，哇，太棒了！不过最尾我们要邀请Misa为我们唱一首歌，要去转系帝都嘅歌曲世界的小华尔兹是给 Say Words， 好不好？我们就放呀。好看福喜类节目嘅乡亲朋友，我记得去到你嘅面书咧听站哦，还有听热客家电视嘅 YouTube 频道，也记得留两句影片分享出去哦。